台南的归仁区公所举办铁马文化之旅，由在地文史工作者做导游，带领民众骑铁马耍归仁。配合台湾自行车旅游年，台南归仁区公所伫咧进前举办一场铁马文化活动，互参加民众伫咧区内自行车道骑铁马佚佗，就这个活动，互大家更了解归仁历史的景点。 我们归仁也有一条那个非常具有特色的自行车道沿路呢都是我们的稻田风光，一片绿油油。骑铁马来到区内，亲像龙华北阁楼、五分车铁基路和敦元圣庙，有在地文史者的绍介，互参加民众更加了解归仁的历史文化。 因为咱归仁过去嘛是五分车你载甘蔗的所在啦所以这个也非常有历史的意义。 透过这段旅游，唔但欣赏到归仁的风景，嘛是识到在地文化。推广骑铁马这摆活动，嘛有大家更加了解家己的故乡。